大家好啊！最近咧比較忙，有啲問題咧就冇及時回覆得到大家，就請原諒啊！紅茶哥每步工作都會如實咁同大家分享，你睇多兩遍就明白噶啦。今日係5月8號，荔枝逐漸進入蘋果期，做好蘋果植色工作，提早上市哦。有啲細節嘅工作咧分享俾大家，可以點收藏視頻參考。目前高溫多雨，要及時做好防蟲防菌，建議7-8天一次防蟲防菌。而今進入蘋果期，每次防蟲呢，我哋都加上壯果浪去噴。值得注意嘅係，摘熟果嘅壯果浪就噴到紅頭延伸，之後再噴2次萬菁紅植色，咁就 OK 噶啦。如果係摘青果粒嘅壯果浪就可以直接噴到摘果，果有中指咁大啦。膨大期間可以加1次氯比尿，記住啊，摘熟果就冇得加氯比尿嘅喎，會影響成熟嘅。壯果浪一包係兌水1000斤嘅，30斤水係加15克或者17毫升。萬菁紅一包係兌水400斤，30斤水係加15克或者17毫升。有準備用嘅朋友就揸緊時間備好，祝大家萬事如意。